哥哥，谢谢你送我的那个陶熏，虽然我不会吹，但是还是谢谢你。有机会我教你。真的吗？那拉钩。啊？哎，这样，哎，盖章，说好了的。李章，在。都什么时辰了，怎么还磨磨蹭蹭的？这仙曲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把我家阿广养得白白胖胖的，他要敢少1根头发，那我就让你跟他一样。好了，本姑娘潇洒去了，一边去。小姐，小姐开门呐！错过了进宫时辰是要受罚的。不开就不开，阿广没回来，谁来也不开，我就不开。哼，小姐你就开门吧，错过了时辰，喜儿也要受罚的。小姐，要我开门也行，不过你得让他谢言齐过来，我要看他阿广没事儿，要不我就不开了。哎呀，小姐你就开门吧。小姐，小姐，开门呢，小姐。王爷，您这是自投罗网，恐怕这盘又要输了。跟王爷对弈这么多年，这还是第一次看见王爷自毁城池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输了就是输了，本王可不是随意找借口推脱之人。来吧。启禀王爷，尹姑娘拒不开门，非要见阿广平安才肯开门。带阿广去见他吧。是。王爷现在是愤怒、忧虑，还是不忍离别呢？本王有何不忍呢？王爷说没有就没有吧。啊，这时辰也差不多了，尹姑娘要进宫了，王爷不去送送？笑话，她是何人？还要劳本王大驾？那王爷不去，我去。你也不许去。这在下实难从命。尹姑娘也是在下的朋友，朋友远行，定当送别。秦柔，秦柔，秦柔！阿广是你吗？是我啊，秦柔。阿广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没事儿，你放心吧，我好着呢。三王爷好吃好喝的伺候着。哎，除了不让我出去，别的也没什么不好的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我本来就不爱出去，外面这大太阳晒的，我皮肤都不好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一听就知道你好的不得了。阿广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啊！尹姑娘，你快点，阿广你也见着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该走了。知道了。尹姑娘，走就走。喜儿，你要乖乖的啊。青柔，你在宫里可要多加小心啊，可别再碰个容嬷嬷什么的。阿广，你就别吓我了。哎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你不是小燕子，也没有五阿哥可以罩着你，你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啊。那你说会比伺候孔双双还难吗？那就不一定了吧。
杜姑，谢谢你送我的那个陶熏，虽然我不会吹，但是还是谢谢你。有机会我教你。真的吗？那拉钩。啊？哎，这样，哎，盖章，说好了的。李章，在。都什么时辰了，怎么还磨磨蹭蹭的？这仙爵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把我家阿广养得白白胖胖的，他要敢少1根头发，那我就让你跟他一样。好了，本姑娘潇洒去了，一边去。走了。阿广，好痛。住！住！哇塞！哇塞！这些可比横店那些假玩意儿好太多了。这不会是真金的吧？皇后娘娘驾到！大胆，见到皇后还不跪下？参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性格虽顽劣，但细细看来，还颇有几分姿色啊。小秋子，奴才在。奉皇后口谕，尹晴柔乃庶民入宫，吃穿用度一律按粗杂奴婢使用。拿着吧。小秋子，奴才在。就把他交给你了啊！瞧他刚才那个行礼，再看看他这个站姿，都像什么呀？一般新人入宫，都是从什么开始学起的？回皇后娘娘，一般新人入宫，学规矩要从跪姿开始。那就去吧。是。跟我走吧。说两句就跪，早知道我应该缝个护膝的。哎呦，渴死我了。我这眼里头啊，可容不得沙子。想偷懒，小心戒尺。哼！这四王爷，果然是你。有事说事儿，没事快走，本姑娘没空陪你下流。怎么，刚进宫就被罚跪啊？你，四王爷，这新人入宫啊，第一个要学的就是跪。这规矩好。邱公公，还有没有别的什么规矩？
比如说倒夜香、扫塔楼，或者……行了吧你，没你这样落井下石的。闭嘴！脾气倒不小，你知道得罪我，分分钟我都能要你小命儿吗？你们这些富二代都这样，谢言齐这样，你也这样。有本事你们就杀了我，反正我都进到这个大笼子里了，也没什么好日子过了。富二代什么意思啊？不对，你们应该叫做皇二代。皇二代？哎，有意思。有什么意思啊？你爸是皇上，江山是你爸打下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做过什么贡献？你是拯救过地球呢，还是促进过经济发展啊？你凭什么过得那么逍遥自在？反而是我们这些踏实努力工作的人，却要被你们这些坏人踩在脚下，啊，简直没天理！闭嘴呀！有意思。哎，走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四王爷，放开！你都拉疼我了，懂不懂怜香惜玉啊？那我也让你拉我，算是扯平了。我才不稀罕！哎，我好歹帮了你，连句谢谢都没有。哎，害我进来的是你哥，罚我的是你妈，我干嘛要谢你啊？行，算我自作多情。要不是我三哥喜欢你，我才不稀罕帮你。我还告诉你，要不是他，我还不至于这么惨呢。那这样吧，作为报答，你给我讲讲你和我三哥是怎么认识的？想知道吗？想啊。好奇吗？好奇啊。那我就不告诉你。你，秋公公到！怎么办？糟了！邱公公肯定要拉我回去继续跪的。你要不要求求我呀？四王爷，你就帮帮我嘛！你可真行，变得可真快。废话，说两句软话就能免受皮肉之苦，这点账我还是会算的。四王爷，尹晴柔还没跪足2个时辰，老奴来带她回去。那怎么能行？四王爷，你不知道这丫头有多无理。刚才你也看见了，她冲撞于我。如果我不好好责罚她，那以后宫中还有我立足之地吗？去回禀母后，就说我今天晚上让她打扫寝殿，一根头发丝儿也不能有，要不然我就让她天天倒夜香。不，怎么，这么点小事儿还让我亲自去禀告母后？哎，不，四王爷，老奴这就去禀告皇后，告退了。太赞了！你这个皇二代还挺管用的嘛。你高兴什么呀？我刚才说的是真的，你得罪于我，该罚。不至于吧？你一个大男人这么小气？怎么不至于啊？除非什么？我可是良家少女。你太有趣了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尹晴柔被四王爷带走了，说是冲撞了他，他要亲自惩戒。老奴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回来禀报了。老四啊，四王爷跟你说要惩戒那个奴才是吗？是。哼，表弟一向花样最多了，尹晴柔在他手里一定没好果子吃。哥哥，这个尹晴柔果然大胆，连表弟都敢得罪。我看不如就让表弟好好出出气，也给这个尹晴柔一点教训。也好，不过小秋子，你看着点，毕竟那个尹晴柔是老三送来的人，不要把事情闹大了。哎，
王爷，这么晚了还没休息？本来是要休息的，但突然听到如此悠扬的笛声，还是忍不住要出来看看。王爷见笑，很久没有吹奏了，有些生疏了。这笛声时而婉转，时而高扬，如泣如诉。想不到你也有思念之人呐。我有点想家了而已。哦，从未听你提起过家中之事。我自幼家遭巨变，我亲眼看到自己的父母兄弟死在自己的眼前，我命他逃过一劫。今夜月圆，触景伤情，所以用这笛声来慰藉自己思念亲人的心情。想不到你竟有如此身世，本王却全然不知。亏我还总以知己自称，惭愧。没什么。不知仇人现在身处何处？如果你需要复仇，我可以助你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相信老天让我活下来，也不愿意看到我背负着仇恨过这一辈子。哼，本王最欣赏的就是你的恬静和淡泊，想不到你还如此超脱，真是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啊。应该是独孤的荣幸才是。王爷，你从来没有嫌弃过我的出身，还一直把我当知己，你才是我的贵人。好了好了，你我二人不必再客气。王爷，王爷，但说无妨。啊，禀王爷，尹姑娘入宫以后，皇后娘娘觉得她没规矩，给罚跪了，结果让四王爷带走了。被老四带走了，那是为何？说是冲撞了他，要责罚他。王爷，要不要入宫看一看？他活该，与我何干？本王累了，独孤你也早点休息。干！你这个人不错。怎么不错了？我刚开始还以为你要潜规则我呢。潜规则？什么东西啊？你还年轻，不懂。小伙儿豪爽，比你那个三哥强多了。来，干！来。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和我们家三哥怎么开始的呀？请注意，没有开始好吗？啊？你三哥突然让我嫁给他，还有没有恋爱自由、婚姻自由了？他想娶就娶，本小姐还不愿意嫁呢。你说的那些恋爱自由、婚姻自由，我觉得倒是挺有意思的。那当然了。你三哥为了整我，让我进宫，可我尹晴柔也不是谁想捏就能捏的软柿子。再说了，我决定一定要通过这次考试，然后当众反悔，让他难堪。你这么说，好像不太喜欢我三哥。那当然了，谁会喜欢个冰块嘞？大夏天都能冻死人。可是我觉得你们俩倒是挺配的。我呸！我告诉你啊，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……不对，在我们家那边，电视剧里一般说了这样的话，最后两个人肯定是要在一起的。我重新说啊，不管
管天下的男人死没死绝，我尹晴柔都不会嫁给谢延庆。哎，喂，哎，醒醒！哎，来人！三哥哪儿找来这么个丫头啊？启禀王爷，探子回报，昨晚尹姑娘好像进了四王爷寝殿，至今还未出来，而且他们似乎还喝了酒。走，去看看。是。喂，起来，把醒酒汤喝了。你别烦我。哎，你。三哥来了，正好，你把这醒酒汤给他喝了吧。我是拿他没办法。以后离他远点。怎么了？吃醋了？吃醋？我是劝你别失了自己的身份，跟一个丫头把酒言欢，成何体统？三哥，你这话像是从母后嘴里说出来的。哦，我和他把酒言欢不像话，那你想娶她，这算什么呀？我的事儿不用你管，那我的事儿也不用你管。我再说一次，以后离他远点。明白了，小弟遵命。还说不是吃醋。娘娘，这丫头胆子太大了，昨天晚上竟然夜不归宿。您看，人这不好好的在这儿吗？刚才明明不在呀。下回查清楚再说。娘娘恕罪。尹晴柔，都什么时辰了，还不洗漱？晚了罚跪。我知道了，公公。我是怎么回来的呀？算了，管他呢，反正也没被罚。哎，难道是谢延琪帮了我？皇后驾到！平身吧。谢娘娘。从今日起，你要接受邱公公的严格训练。3月期满，如果还不能让哀家满意，别说和琪儿的婚事不成，就连你，终生不能踏入京城一步啊！太好了，我保证不会再回来。要不我现在就走吧。哎，不过你得让三王爷放了阿果。放肆！姑姑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就想偷懒。皇后娘娘，您放心，这些年在老奴的手下，就没有不受教的。把他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嫣然，咱们走吧。恭送皇后娘娘。有你笑不出来的时候。
打今儿起啊，我要教你皇家的品德、辞令、礼仪、女工，教你行莫回头，语莫翻唇，坐莫动膝，立莫摆裙，喜莫大笑，怒莫大声。你呀，要好好的学，好好的受着。不过我看你现在这副德行啊，你要想学好，那也是难呐。这呀叫处变不惊。你个死丫头，你找我打呀你！你找我打呀！哎呀，打不着，打不着。头打！女人呐，得知道遵从三从四德。这三从呢，是未嫁从父，继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还有一个四德，就是妇德、妇言、妇容和妇尊。听着啊，你偷打呀你！公公，我听说的三从四德可不是这样的。三从呢是老婆命令要服从，老婆出门要跟从，老婆讲错要盲从。四德呢是老婆化妆要等得，老婆花钱呢要舍得，老婆生气呢要忍得，还有老婆生日要记得。不是，这哪儿来的歪理邪说呀？这是你偷打呀你！我让你跑，我让你胡说。小鸡，你偷打呀！你公公，我错了，你知道错了，我绝对知道错了。听说这皇宫里经常有冤魂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有什么事你千万别来找我呀！这是什么啊？咦，酒？哦，是药酒。这谁会这么好心呢？肯定不是圣诞老人。超人，独孤超人，一定是他。小秋子，在。你教那个尹晴柔也有一段日子了吧？不知其可有长进呢？这为何吞吞吐吐？哀家不是让他每天多练字来着吗？拿来我看一看。是。这写的是什么？诗词呢？
他写的是挖掘技术找蓝翔，1节更比6节强。韵脚倒是押上了，什么意思？老奴也没弄明白。女工呢？再拿来我看一看。是什么？好像是鸳鸯戏小鸡。宣尹轻柔上殿。哎，宣尹轻柔上殿。你自己说说，这些都是什么东西？皇后娘娘，我觉得我做的已经不错了，我可是零基础。一无是处。啊，皇后娘娘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不赞同了。我会的东西可多了呢。你自己说说，你会什么东西？我啊，什么洗衣、做饭、煮咖啡、砍价、拎包、背台词，哦，我都做的可厉害了呢。你说的这些，哀家都没有听过，你分明是在狡辩。小秋子，在，带他出去，先跪2个时辰再说。给我好好治治这张利嘴。是。皇后娘娘又跪呀。走吧，别再让老奴亲自动手了。哎呀，热死了！什么嘛，古代人天天闲着没事儿干，动不动就跪。我可怜的膝盖啊！我今天回去必须缝个棉貂，以防万一。难道古代真的有圣诞老人啊？想什么就有什么。难道又是独孤园？真的好感动啊！没想到我真的有这么一个神通广大的朋友，在宫里都有后门。跪久了腿麻了，我稍微动动。怎么是瘸腿的节奏啊？哼，活该！谁让你老欺负我？儿臣参见母后。儿臣参见母后。今儿怎么一起来了呢？倒是新鲜呢。母后，你真是越来越难伺候了。我们不来你念叨，来你还念叨。三哥，你在这待着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要不是被迫住在宫里，你会舍得来看我吗？我就知道母后最疼我了。我倒是好奇老三，平日里1个月进不了1次宫，最近这是怎么了？小秋子，三王爷这是这个月的第几次了？哟，这个老奴也记不清了。如此看来，该走的人是我了。儿臣先行告退。站住！既然来了，就陪母后用完膳再走。你就不想看一看你的那个尹晴柔被哀家调教成什么样子了吗？
那倒也不妨一看。小秋子，在。奉茶。参见皇后娘娘，参见四王爷。母后，看来你的方法不太灵啊。儿臣恳请母后对这个尹清柔严加调教，务必让她成为本国女子之典范。先请你。本王的名讳也是你直呼的吗？母后，你看他还是野性难驯，日后就劳烦母后费心了。好说，关乎到皇族的威仪，母后必定尽心尽力。母后，你看今日阳光明媚，咱们也别在屋子里面闷着了，去花园走走如何？也好。晴柔，你也一起去吧。今天就休息一下，好好陪陪老三。好啊，奴婢遵命。我就说这个中年老妖精怎么会这么好心？原来是你们吃着我看着，你们坐着我站着，居然还把杜嫣然叫来了，分明就是想让我难堪嘛！去添点酒来。快点儿，磨蹭什么呢？要添酒为何自己不动手？打扰了本王听曲的雅兴。也对，万一杜大小姐不小心打翻了酒壶，岂不是更骚雅兴？你真是越听越好听。儿臣献丑。嫣然呢？不如你也来一曲如何？好啊。不错，真的不错。老三，母后，你觉得呢？表妹自幼勤学苦练，琴艺自然不在话下。不过晴柔估计也不差。我？晴柔啊，要不你也弹奏一曲给母后助兴如何？你说什么呢？晴柔，你真的可以吗？可不要勉强自己呀。有嫣然、珠玉在前，确实难为你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听着。这有什么好玩的？让你们听点没听过的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停！
什么靡靡之音，淫词俗曲的，给我退下！就没一样能见的人的吗？学了这么久，什么都不会。不就是吟诗作画、弹琴诵曲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听着，一个是阆苑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。若说无其缘，今生偏又遇见他；若说有其缘，如何心事终虚幻？哎，我三哥一看你掉到水里，就奋不顾身的救你，还不谢谢我三哥的救命之恩呢？我凭什么谢他呀？明明是他坑我，好不好？非让我展示才艺什么的，自己笨得像只猪，还赖在我身上。我招你惹你了？天天欺负我，今天还害得我差点没命，还说我笨。是，我是笨，我最笨的就是明明逃走了，可我却又回来了。我最笨的就是找不着回家的路。谢言齐，你要真这么讨厌我，一刀杀了我得了，一了百了。你们小两口先聊，我改日再来啊。我先走了。你说谁小两口？你误会了。谢言齐，你就给句痛快话，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放过我？快把衣服换上，病了可没人管你。你说你也是，怎么能这么不分轻重？万一真的闹出人命来怎么办？我也没想到，表哥他会那么着急的去救那个尹晴柔啊。即使是你表哥没事，可万一那个尹清柔有个三长两短，老三还不埋怨我一辈子吗？姑姑，你说过要帮我的。我是打算让那个尹清柔知难而退，可我不是要她的命啊！下回绝对不允许再这么胡闹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灵齐王到。表哥，儿臣参见母后，清柔已无大碍。啊，那就好。你快去喝些汤药吧，万一病了怎么办？小秋子，不用了，儿臣来是有话要说。尹清柔是我魏国门的王妃，就是我谢言齐的人。当今世上，只有我一人可以让她受委屈。母后，今日就请您给儿臣做个见证，从今以后无论是谁，若是与晴柔为敌，就是与我谢言齐为敌。我的话说完了，儿臣告退。表哥，你看你这下怎么办？胡闹！这个谢言齐真奇怪，对人忽冷忽热的。你说他要对我好吧，那不应该送我到这个破地方来活受罪啊。你说他对我不好吧，那干嘛还跳下水救我，还给我送衣服、送补品什么的？古代人的思维真奇怪，烦死了，烦死了。完了，我难道要感冒？这可是在古代啊，万一得个肺炎什么的，那可是不治之症了。哎呀，既然没人可怜我，那我必须得对自己好一点。要不先洗个热水澡？哎，不行，没有木炭啊，这怎么办啊？皇后娘娘，
妈借的，她肯定不在乎。哎呦，哎呦。原来邱老头得了风湿啊！今天降温，这阵儿肯定是犯病了。难怪上次见他走路一瘸一拐的，活该，谁让你老欺负？不行，尹晴柔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要是就这么走了，那不就和邱老头一样了吗？邱老头，算你走运了。谁让你进来的啊？出去！你的小手板又痒痒了是吧？哎呦！等你腿好了，你再说说也不迟。哎，你……哎呦！风湿什么的最头疼了，恨不得疼起来两条腿都不要了。你这算干什么？看我的笑话是吧？我才没那么无聊呢。哎呦！等着。哎呦！怎么样，舒服多了吧？感觉是舒服了点儿。哎，邱老头，你呀，以后一定注意你的房间要多通风，饮食啊一定要清淡。哦，洗漱要用温水，记得睡前要泡脚，要将双足浸入含有中药配方的汤药中，这样啊不仅有助于血液通畅，还可以消肿痛、祛风湿呢。你说你这小小的年纪，怎么懂得这些呀？啊？在我老家呢，我父母也有风湿，照顾的久了，自然就懂了。糟了，都这么晚了，要是被邱老头发现，肯定又要骂我了。晴柔姑娘，今儿邱公公身体抱恙，让您自行练习。公公还嘱托，近日宫中伤寒肆虐，让姑娘你务必喝下这碗治风寒的汤药，以防传染了皇后娘娘。哦，替我谢谢邱公公。是。哎呀，尹晴柔，这么多关你都闯过了，这点苦算什么？阿扎阿扎 ，fighting！王爷，何事如此慌张？启禀王爷，宫里来信，尹姑娘，她病了。终究还是病了，走去看看。哎，王爷，这是帮你找的字画，日后再说。哎，王爷这是怎么了？啊，尹姑娘病了，所以王爷有些心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没穿衣服怎么办？哪有女孩子这么说话的？我看你是病糊涂了。怎么了？我没死，你是不是不开心啊？我告诉你，姐姐我可是打不死的小强。
有什么大招尽管放吧。怕了我就不叫尹晴柔。小强，尹晴柔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要是再敢生病，或者是比我先死，你就死定了。我看你才是病糊涂了吧？我要是死了，还怎么死定了？总之，本王自有办法。你不会是要鞭尸吧？谢言齐那个真够变态的。我回去禀报母后，这几日你身体不适，免去你的训练。等你想起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邱公公已经发话了，说让我这2天休息。邱公公，行啊，尹晴柔，邱公公一向只听母后的，没想到现在居然替你说话。那当然了，我是谁？你先休息吧，改日再来看你。我一定是病糊涂了，要不然怎么会有触电的感觉呢？不想了，睡觉。不错。没想到尹晴柔还能绣出这样的东西来。是呀，尹姑娘这阵子很刻苦的，老奴也觉得诧异。还别说，看起来还有点像你的手艺呢。是老奴亲手所教的，自然像老奴的手艺了。我看看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。姑姑，您不会这样就让他过关了吧？本来想呢，那个丫头熬不住，自己也就走了。可没有想到，她不仅撑了过来，现如今还想有所成。哀家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既然这些都难不住他，那我们就给他来个大的。什么大的？再过10日就是皇上寿辰，依我看，不如就交给尹晴柔来操办吧。那怎么可以呀？她绝对办不成。要的就是她办不成。到时候皇上一生气，表哥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。不可借皇上的寿宴开玩笑。姑姑，这怎么能是开玩笑呢？这可是我的终身大事。姑姑，求求你了，寿宴年年都有，大不了明年我们再好好操办不就是了？给皇上补回来。姑姑，姑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真拿你没有办法。小秋子，你去告诉那个尹晴柔，就说皇上的寿宴由她来操办。启禀娘娘，老奴怕尹晴柔她捅娄子。让你去你就去，我还怕她不会事儿呢。去吧，出了什么事，哀家担着。遵旨。邱公公好。邱公公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啦？晴柔啊，我今儿个来找你啊，就是告诉你，皇后娘娘已经决定了，让你来操办皇上的寿宴。什么？我？啊，就是你啊。
他这是哪儿来的灵感啊？我连皇上的面都没见过，我怎么办啊？没错，要是靠你自己，那是绝对完成不了的。可要是完成不了呢，那就是死罪。公公，咱能不能少办点落井下石，多做点雪中送炭的事儿啊？我说你这丫头能不能少犯点贫嘴啊？我这话还没说完呢。这当务之急呀，只有去找三王爷帮忙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求他的。再说了，我就算求他，他也肯定不会帮我的。你给我听着，眼下三王爷呀，最得皇上的喜欢啊！你找三王爷帮忙没错。再说了，他是你未来的夫君，帮你那是理所当然呢。啊呸！公公，公公，你说你这丫头，我好心给你指阳关道，你不走，这我不管了，我。哎呀，公公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了。公公，你能不能帮我通知一下独孤远，让他今夜子时在御花园的凉亭里等我？谁？独孤远。独孤远？你确定不是三王爷？怎么还不来啊？尹姑娘，我就知道你肯定靠谱，一定会来的。不知道尹姑娘深夜找我来，所谓何事？我没想到你还挺有本事的，宫里都有人。姑娘何出此言？哎呀，这事儿还得人家说破。我知道，肯定是你暗中打点，让小太监们照顾我，啊，送医、送饭、送药什么的，啊，还帮我作弊呢。你看，我现在一点都不怕贵了，而且啊，它还有保暖功能呢。尹姑娘，你找我来，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吧？哎呀，你看我一见到你我就说个没完，我都忘了正事儿了。我找你是想请你帮忙的。哦，不妨说出来。皇后娘娘让我操办皇上的寿宴，可是我这人生地不熟的，我连皇上的面都没见过，而且皇上什么喜好我也不知道。我这要是办不好，那可分分钟都是……我就想请你帮我出出主意，帮帮我，不然你下次见到我的地方，很可能就是刑场了。尹姑娘，事情没有那么复杂。当今圣上乃是明主，凡事都讲究节俭。你只需要记住一点，皇上乃是重情重义之人，喜欢阖家团圆，投其所好，必诸事顺利。团圆哦，有了，独孤，谢谢你，你真的很靠谱。那我就回去准备了，你也快回去休息吧，拜拜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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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三弟四弟啊，二哥。二哥，免了免了。三弟，多日不见，我看你最近消瘦了不少啊，难道是灵齐王府的伙食不好吗？谁说的？三哥身体好着呢。啊，哎，对了，父皇的寿辰马上就要到了，我打算甄选搜集海内的珍宝，为他老人家献上一份大礼，不知道二位兄弟有何高见？再厚的重礼，也不如大哥在世能让父皇开心。三弟说的极是，
可是事者已矣，还是要想办法让父皇别太伤心，免得伤了龙体。如今父皇和母后身边就只剩我们兄弟3人，只有手足齐心，父皇才能安乐呀。冰块，仙琪，你过来一下。二哥，未来的三嫂。哦，这就是老三要娶的人？对啊，怎么样，有意思吧？二哥，人家2人说悄悄话，我们喝酒去。好，走啊。好。仙琪，你过来。什么事？冰块脸，你把阿广弄进宫来。不可！朝堂圣地，岂是闲杂人等想来就来的？为什么呀？这好歹也是你家呀，弄个人进来有什么难的？哦，你是怕我跟阿广跑了？拜托，这里的守卫比你家还要多，怎么跑啊？再说了，我让阿广进来是真的有事儿。那你先说何事，我再考虑能不能答应。还不是你的母后让我操办你父皇的寿宴，所以我只能请阿广进来帮忙了。母后让你操办寿宴？此事万万不可！我现在就去找母后，让她另作人选。为什么不行？不行就是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偏要做给你看。既然这样，我就让阿广进宫帮你。如若还有其他困难，你就告诉邱公公，让他来告知我便可。秦柔，阿广，来，哇！这皇宫果然是不一样啊，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。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皇后娘娘逼我操办皇上的寿宴，你说这皇上刚没了一个儿子，又是太子，听说皇上的脾气暴躁的不得了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这么难搞？哎，你这不是害我吗？我想来想去，只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而且还得你帮我。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吧？说吧。你觉得咱们拍场戏怎么样？拍戏？就是皇上现在思念太子成吉，想让他高兴的话，办法只有一个。什么办法？那也不能让那个大皇子活过来。你不会是……哎，不行，我连那大皇子见都没见过，你让我怎么画呀？没关系，我已经托邱公公从皇后那儿偷来一幅大皇子的像。邱公公说了，你和他的身形差不了太多。这就算画得再像，这近看还是会穿帮的。这个我也替你想好了，等到皇上生日的那天晚上，我单独叫他进房间，趁着月光朦朦胧胧，你只需告诉他，我过得很好，我已经投胎转世，请不要再牵挂我。合着你还让我养个鬼？亏你想得出来，尹晴柔。阿广，我这不是为咱俩着想吗？只有保住命了，才能想办法回家呀。可是还有个问题。你怎么又有问题啊？就是我特效化妆的那些家伙事儿，全都在那个工具箱里。就是我们找孔双双的时候，我背的那个。哎，就是我特别贵的那个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穿越的时候不知道哪儿去了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掉在我们穿越过来的那个地方啊？来的时候我的确是带着的，我觉得应该在那儿，没错的。
哎呦，你这个死丫头，手板又痒痒了是吧？公公息怒，公公息怒啊！说吧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公公，我想出宫。出宫？那可不成啊！万一传出去，让皇后娘娘知道了，我担当不起呀。公公，求你了，我出宫也是为了皇上寿宴的事儿啊。哟，为皇上的寿宴？对啊，我出宫去采办皇上寿宴用的东西。你说我这要是办不好，自己掉脑袋是小，要是连累了邱公公你，哎呦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想啊，邱公公，您平时对我那么的好，我这要是不在了，我肯定会经常回来看你的。好，我怕了你了，成了吧？这出宫也行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这些日子呀，我这口苦得厉害，就想吃那正德庄的龙须糖。原来公公你也是一枚吃货啊！吃货没什么，放心吧，保证带到。还有没有别的什么要带的？没了。不过我可提醒你啊，早去早回，别误了关城门的时辰。要真是那样，我可饶不了你。好嘞，谢谢公公。那公公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阿广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？我们好像就是从那儿掉下来的。那我们还不快去？走，慢点儿。不走了，脚都快手折了。这怎么找嘛？咱俩肯定不行。你去求求冰块脸，让他多带几个人来找吧。我才不要求他呢。你这死要面子活受罪的，我是一步也不走了。哎呀，烦死了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哎呦，谁呀？这声音好熟悉啊！我们快去看看。好，走。你笨死了！青柔，我找到班了。哎呀，等会儿再说，先过去看看。大同，大同，谁呀？你们怎么也来了？来，过来，快！大同，你是怎么穿越过来的？看来你们呢，对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很了解了吧？你过来也就算了，他怎么也过来了？我哪知道啊！我那天正好路过这辆道具车，我正看见那孟姜与孔双双啊，突然就一下啊，我就晕过去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就在这儿了。那孔双双和孟姜呢？我醒来的时候，就我自己，还有这辆车，没有看见他们。妈呀，他们俩不会也穿越过来了吧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大同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我醒来的时候啊，我还真的以为是地震了呢。我回到剧组里啊，发现整个剧组都不见了。回到驻地啊，剧组竟然变成了一个城镇，而且所有的人全都是古装打扮。我就在想，我这是迷路了呢，还是在拍什么戏啊？我就问路边的人，你们是在拍什么戏呢？结果他们以为我是神经病，非要把我绑起来，然后把我送关。后来呢，有个老头人特好，就收留我在家里干活。这慢慢呢，我就意识到，原来我是穿越到古代来了。再后来啊，我就凭着我的手艺活，在这儿
干点木匠活什么的。今儿啊，我是正碰巧过来取工具的。哎，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们了。哎，你们怎么样？我们啊，说来话长了。哎，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们要回宫了。大同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？回宫？回什么宫啊？当然是回皇宫啊！什么？回皇宫？我就是这么当上宫女的，其实还好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哎，我说你们真行啊，同样是穿越过来的，怎么差距这么大呀？行什么呀？这次办寿宴，办好了没功，办不好啊，又得掉脑袋。你看什么呀？太监。谁叫我这么倒霉？临来之前，好死不死之前穿了一身太监衣服，结果就被人家当成可怜。人家可是纯爷们，好不啦？其实啊，我在剧组的时候啊，就怀疑过。来，让我检查一下。哎呀，好了你们两个。大同，其实正好碰到你，我有件事想求你。哎呀，晴柔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。以前在剧组的时候，孔双双自己弄坏了道具，非说是我弄坏的。哼，要不是你当时拍了照片啊，证明我是清白的，恐怕我早就被剧组给开除了。现在大家困在这个地方，别说什么求不求的，你有事就说，只要是我能办到的，就一定办到。大同，够敞亮，够哥们儿。其实呢，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小菜一碟。谁让你是金牌道具师呢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我跟阿广呢是想送皇上一份特别的礼物，但是这个礼物呢需要一些道具，我本来还愁这事儿呢，到哪儿去找道具呢？谁知道天上掉下一周大同，真是天助我也啊！那这样吧，一会儿呢你说说你需要些什么东西，然后送我回去，我好提前准备一下。好嘞。其实呢，我需要的是一个长方形的桌子，长一点的，就欧式，就西方欧式的那种。然后需要一些西餐的餐具，牛排啊，蜡烛什么的。过来，我跟你说啊。